稍等听下来看一下，比如讲，车家一开始讲的，像迄语言的识别咧 ，Siri 啊，还有讲其他嘅处理语言处理，比如讲像嘅 Google 有一个 Google Gemini。好，大家可能用嘅平常时用嘅数据嚟做用到，佢用版去做咧，啊，佢用嘅係程度嘅學習算法，係進行語言嘅編輯，係做去了解到，把個口音，講嘅乜嘅語言嚟進行交流啦。再來係 Google Photos 嘅時候，動動人會用呢一種嚟去管理佢，比如講啊，動動嘅相片都係會讀，佢嚟動動種相片。唔過唔記得哪一種相片係你要本嘅，唔過唔記得其中一部分，比如講你台北圓山大樓面頭前翕，但想記得了，你就底部度翕，輸入關鍵字圓山大樓，好圓山飯店，好之類的哈，其實讓你所有你可以仔細呢，所有相片做清請出來，好，故作佢做一些分析下相片底度有哪一條東西。再來哈 ，ChatGPT 哈，字眼語言嘅處理哈，佢做嘅對話、翻譯，好文本嘅生成，咧種動人會做呢件事。韓國最接常用到嘅大災股係天數而下載，係用呢個 transformer 嘅架構哈，有大量嘅語料去訓練佢，本佢有限啊大嘅理解嘅能力，還有生產嘅能力。比如講咧，像咧頭擺嘅一開始係 ChatGPT 嘅3.0，到呢下C發表過後啊，佢加強嘅理解能力，還有語言嘅能力咯。韓國佢係做嘅對咧圖像嚟產生嘅回應。除了呢以外，還有哪度咧？像係唔知大家之前有看過防疫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嘛？當時有個飛嘅即時嘅項目，嚇有當多嘅項目其實係利用呢一種嘅 AI 嚟即時嚟去完成。當然，還有可能到其他語言可能未使用呢一種，比如講像看係客家嘅新聞嘅記者會過後。可能就使用呢一種東西了哈。再來還有超級電腦啦，人工智慧哈。比如講超級電腦係乜嘅咧？到20-30年前哈，電腦一般都用 CPU 來運算哈 ，GPU 來處理影像、聽哈。不過下後咧，像係微軟哈、輝達哈、NVIDIA 哈，佢都開始發現到咧 GPU 用到計算過後就變到 CPU 嘅加速器，叫做本機限一強。超級電腦，超級電腦，超級電腦，超級電腦比一般電腦做得處理還較多嘅資料。超級電腦比一般電腦可以處理還更多的資料。